2022年度题为宗教自由面临的挑战区域宗教自由论坛8月30日在台湾召开。维瓦尔伊律师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诺里特克尔发表了专题演讲，表示台湾是中国随行再教育的下一个目标，应从维瓦尔人的悲剧中吸取教训，绝不能坐等中国放一条生路。他以家人在中国遭遇破坏的经历，警示中共对民主自由体制的威胁。特克尔说，中共当局已经明确让台湾了解维瓦尔人的情况，必须知道，如果不能保护台湾，台湾人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。当然，毫无疑问，没有任何情况会限制中国政权对台湾和世界的意图，以及中共正在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，国际品牌相继退出俄罗斯市场。随后，中国趁虚而入，正在用汽车、电视和智能手机等商品取代德国和韩国的进口产品，其结果是颠覆了贸易。俄罗斯试图通过转向未加入美国及其盟友制裁行列国家的商品，来使自己免受进一步的伤害。中共政府报告批评了习近平持续的中共病毒清零和隔离政策。北京一家智库报告警告地方政府应该改变限制措施，以避免反弹导致城市关闭并扰乱贸易、旅游和工业。阿塞拜疆总统、亚美尼亚总理和欧盟理事会主席在布鲁塞尔举行了3方会议。会议议程包括准备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和平协议、确定边界以及就开放通信和运输委员会进行谈判等问题。外交官表示，欧盟各国外长已经达成政治协议，将暂停2007年与俄罗斯签订的签证便利化协议。该协议为俄罗斯公民提供入境欧盟的廉价和便利的机会。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8月31日会见了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，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发展前景，特别关注到扩大经贸合作，主要是经济领域里实施联合投资项目等问题。同时，双方还讨论了加强国际组织框架内的互动关系，并就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。